哎，怎么这里有个妹妹在我们家门口啊？妹妹，妹妹，你怎么睡在这里？那鞋也没有啊。我叫一下她，妹妹，妹妹，醒醒，妹妹，你怎么睡在这里啊？你怎么睡在这里啊，妹妹？这是我家呀。妹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不是赶你走。什么？妈妈生病了？现在医院吗？哦，生病了是需要钱，没钱治病，然后你们就带妹妹过来挣点钱，去给妈妈看病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你跟我说嘛。哎呀，要花多少钱呢？600万老挝币是不是？600万老挝币也就是2000块嘛，2000块都没有啊，家里啊。办这个要办几天？要办。你的手机没电怎么办呢？没电了就把你压在这里好不好？把你给他，没电了。你不要信件钱？不用带相机好麻烦了，你看带个手机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这个还没不知道哎。啊，是说。23。好，破了。又不了。啊，破一下。也扫一下吗？对，扫一下。你看，那你再说话了，你付给他。小了23块。哦。对，完了，我给你在家里拿杯水过来。不喝啊？这吃了面包很渴哈。哦，不用谢。你现在是准备去哪里呢？你不知道啊？那你身上有钱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有事。要不你看这样吧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呢，你就住在我们家也可以，好吧？我们家就我跟我妈妈2个人在家里，然后呢，房子也挺大的。工作的话，到时候我给你想办法，帮你找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行不行？啊，走，进去就是了。对，进去。自己穿着合不合身呢？大了还是小了？刚刚好啊，穿一下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这衣服。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穿新衣服，开心吗？很开心。这是我们的姐妹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会给我们2个前面小姐姐的衣服，第一次你买给我们的姐妹，特别开心。哎呦，我就看着你们没有什么衣服，所以说才买给你们的。而且这衣服又不贵啊，开心来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甜甜笑一个。你要做什么菜啊？鱼啊。好，我等会儿看看你怎么做的哈。你怎么了嘛？干嘛了你们？走回家出来，那里很多蚊子。先出来，蚊子太多。过来，出来。
怎么了嘛？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他们都哭了，你也哭？那个东西不是你们做的事情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啊！那个老板到时候你有没有电话？有电话，等会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自己来拿啊！那个钱不要了，出来，蚊子太多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们干嘛？你们还要去？别搞了，别搞了！你们在干啥呢？你们？娜娜，我跟你说，你放下，放下！你怎么了嘛？干嘛了？你们？走，回家出来，那里很多蚊子，先出来，蚊子太多。过来，出来！怎么了嘛？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他们都哭了，你也哭？那个东西不是你们做的事情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啊！那个老板到时候你有没有电话？有电话，等会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自己来拿啊！那个钱不要了，出来，蚊子太多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们干嘛？你们还要去？别搞了，别搞了！你们在干啥呢？你们？娜娜，我跟你说，你放下，放下！